所以来关心这个连假的消息，28连假明仔载开始，高公局估计下晡4点开始，即马开始，高速公路会出现头一波落南的车潮，落南上济所在会出现伫明仔载。估计明仔载透早6点就出现车流，上北的车潮会出现伫3月7日，就是收假迄一天上摊。交通量可能是平常时1倍到1倍半，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连假出去佚佗的人，敢会有较少，还是讲有什款路段要注意？即马为咱做一个整理。早时各条车流量拢真顺，但是28连假就要开始啊！高公局表示，下晡就塞车。那我们预估这3天的交通量大概在114、108跟112的一个100万车公里，大概都是比平常交通量大概增加1.5倍左右。无想要连假塞车，高公局公布14处塞车的路段，包含国一路南杨梅到新竹、中华到埔盐、国三三英到关西、乌日到雾峰、国五南港到平南，以及上北国一西里到埔盐系统，国三关西到大溪、国五头城到平南路段。其中国五有计透早6点都出现路南塞车，上北是集中伫2月29、3月7日2天，中昼就塞车，恐惊一路塞到暗时10点。但是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车流量敢有可能因此减少？春节就其实略有这种影响的情形发生，可能公共运输的搭乘人数也会降，然后也许会开车，所以这一来一往，也许国道交通是没有增的，没有减的这也是有可能的。不过这个部分还是要持续在观察。为了疏解车潮，高公局开放部分路段路径，也佮制出每天0点到5点国道免收费。嘛要提醒用路人，若是开车路南，会当多利用下晡的时段。连假了后2天上北，提早出发，或者是利用替代道路。国五部分时段实施高承载管制，就路进前爱查这路况，以免塞伫路面影响行程。